有时候他在吵闹，刚开始想要干嘛？先，你又不讲话了。他不认识我了，你看。我刚刚穿这个衣服啊，因为这套表演都跟有服装师合作，然后就穿这个衣服，一直有很帅。结果店长跟我讲说：“苏明，你今天很像医生呢。”当时我就忍住不理他，我就做我的事情。很熟的朋友，小龟，4号小姐的主唱，现在也是麦巴所的店长嘛，谢谢你啊，今天我来看病人的。亮亮啊，好，我们唱热闹的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跳舞吗？不行，这怎么跳啊？真的不是婚礼场啊。好，这首歌也是没有收在专辑里面的，这首歌叫《信狗》。